客家新艺术家赖同雅从其关心生态同土地，也在大家行为做同步，也是用安尼嘅心态关心人同环境，连做上次嘅食材都会透过哦。除了萝卜、豆粉种嘅五叶虫、柑麦、安全毛土，其他一线嘅菜田农产也会天然空间嘅。同雅同同步两公婆还营研发新嘅食法，比如讲上次果冻、上次葡萄干。气泡上次也得，如何想要本国当人个空间。好了，带回来再清洗，再把它清洗过。团队苗栗头分钟下，则个带过台北上票嘅五叶虫，一等功夫嘅四道清清利利，因为也有坚强嘅虫子是如何爱用来做吃嘅。这个松树哈，是我们乡下哈，我们有一大片的松树园，爸爸种的五叶松，然后有200多棵。那我们乡下那边是没有空气污染，也没有工厂，所以它长得非常的健康。随后弄比照，过清洁用剪刀开始剪虫子。化学反应的话，你必须让它的接触面多哈，它的反应就会作用会比较好。所以我们洗好的这些材料，我们就要把它剪断。团处理好嘅虫子，当日暗光地配，开始等刺酸菌嘅发酵作用，要做出以暗光嘅好吃，至少要1年。一开始是翠绿色的，可是它醋有作用之后，它本身就会变褐掉了，好，因为有酸的原因哈。然后一开始它慢慢会浊的，但只要作用完全之后，它就会透明了，会沉淀下来。团一般的果刺无共用，果清洁用比发200嘅技术来做刺，用嘅糙米团果子就发做各色嘅分子，人体能会更好吸收。而且我们在发酵过程里面，透过2次的发酵，第一次是先透过酵母菌去把我们的水果先转换成水果酒，这已经第一次分解了哈。然后在第2次透过醋酸菌，在第2次的分解，所以可以把那个养分哈，再经过一些转换的过程，啊，变成小分子，让人体更好吸收。果清洁系艺术家赖同雅嘅家位，研品嘅同步，有微生物遗传工厂好测试嘅专业知识背景。一开始为做此，其实系为到6行人嘅空间。本来咧做啲厝吼，迄个胃唔好啊，胃唔好啊，那不用做饭食的啊。唐伯本来是要做醋给我喝的，找我们最近可以安全的一些食材啊。一开始就是家里也有种那个什么火龙果，爸爸种火龙果，那火龙果没有人要吃啊，专门把它做醋，火龙果啦，后来就五叶松啦，后来就柑橘啦、橄榄啦这些东西，对，后来就去找啊，全台去找啊，就甚至找梅子找到池上去，然后去找有机梅，然后反正这个过程都很有趣啊，去认识这些，然后就慢慢跟小时候生意的时候个一带乡下个一些经验哦，就慢慢的串起来。同步路透菜田农产来做吃，五叶虫、橄榄、柑麥如係來同雅頭份蘿蔔種嘅，其他嘅水果、梅葉、糙米，如係台灣各地小農生產嘅天然無毒農產品。然后它的香气就會浮現出來，水果的味道，這就是鳥梨，一顆顆的鳥梨。也暗講皮到在蠻香嘅同里嘅吃，原料係團隊名路巷認識嘅人買來嘅。鳥梨呢，是我們哈，在網絡上看到有，在南橫那邊哈有個原住民在山上種了2甲地的鳥梨，他本來呢有一個收購者要把它全部收購要去做東西的，結果那個老闆不幸往生了之後，他整個園子
的鸟梨就没有人购买，那怎么办？他想要把它砍掉，哎，好可惜哦。后来我们就是有跟他订购一些，但是我们使用量也没有办法很多。对食材用心、关心顺口的人，环境同土地，用尊重感谢的心情做事，是同步做事10年一路以来无改变的原则。一个好处是需要耐心等待的，而且是需要尊重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尊重这块土地环境，我们自然就会好的食物。那我们尊重这个微生物的话，它自然酿造出好的醋，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养分吸收，让我们调节体质，恢复我们的健康。所以要感谢我们的醋宝宝。也就听艺术家庭做出来的手工瓷，外包装未充满的美好，漂调起来同啊，用水笔写绘，各一项的部位是自家染的，一罐一罐用家庭手工的方式，天天的包装好势。你一定要达到一个品质。你既然出去的东西，你不管在美，你食物品质是 OK 的，但是你美方面也要达到一定的那种要求。赖同阿两公婆对去年意思，当农民实施摆摊呢，推广宜人的手工瓷，抢消费者来临。透过这样的一个跟客人的互动之后，也累积了我更多的经验，然后就慢慢去知道说原来我们的醋有这样的一些功效，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回馈。创作家出懂添钱的人啊，所以出来让人讲法，对，可以做一些交流把我们的理念都可以传达出去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管道，所以还不错，也是40 cc。味道的改变，一般人对此的刻板印象，同步还发挥创意。我食此没有食到团人无穷用，比讲讲团建较为穷镇来梦家，加为一天比例的穷镇风同吃，再加加葱炒水，就会一比老年设置就是来得的穷镇气泡吃。这里面已经有800 cc 的水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加7汤匙的蒟蒻粉。也係用雞肉粉加糖煮滾加地位葡萄汁，等劑量用筆本做吃果凍。酸咬味好味絲，食過的人就一定好食，一定入口味手工吃。我们也弄很多创意很多新的吃法，像醋葡萄干啊，或者说醋果冻啊，气泡醋啦，就是希望说把健康能喝下去才是重要，这才是好的嘛。咱们有耐心，同步2、3日就會開改，看哪次的情形，吞吃酸末、綠啊，好本吃酸菌運通調氣，用60年的耐心，吞從nhỏ的營業所，做出一暗講的好吃。兩公婆竟研發出新的食法，希望吞空間的好吃，同大家分享。